時光飛逝，轉眼間，哥哥張國榮已經離開咗我哋13年。今日係哥哥60歲生忌，假如哥哥冇離開我哋，到依家佢會喺台上繼續發光發亮。依然形象百變。喺熒幕前仍然係最佳男主角。仍然會提攜後輩。呢個就係我哋心目中嘅天王巨星張國榮。生日快樂，哥哥！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趕生命裏一分一秒，原來多麼可笑。你是真正目標。多謝你哋，我希望你哋永遠都會記得我。多謝。